恭喜先生！啊？有何喜事啊？百姓们要推举先生做魏磊的理政了。啊，这怎么能算喜事呢？在先生的帮助下，魏磊的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大家都称赞您是他们的恩人，还要推举先生做魏磊的理政，先生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春气发动，百草萌生，秋季到来，果实成熟。这难道仅仅是春天和秋天的功劳吗？不，谁的功劳都不是。这是自然规律，是天道运行的结果。我耕桑处只不过是为未来百姓做了些顺应自然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可称赞的。先生，弟子不知圣人是何境界，但弟子认为这是先生一个扬名的好机会。小小的水沟里，大鱼无法转动身体，小鱼却能来去自如。推举贤良和对大家有利的人，自尧舜以来就是这样，更何况我们魏磊的百姓呢？大鱼游出江海，会被蝼蚁所困。人应收敛处下，不为名利所扰。尧舜二人又有什么可称赞的呢？他们区别善恶之法，如同数着米粒做饭，琐琐碎碎。这样不足以使民心醇厚，所以弄得臣杀君，子杀父，争端四起。应像我的师父老子所说的那样，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所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所以，人的内心要清净，不要被外语所扰。先生，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。请问，像弟子这样的年纪，怎么样才能达到先生所说的境界呢？保养你的身体，平和你的心态，不要被外语所扰。慢慢的，你就会达到我所说的境界了。先生所说的这些，弟子认为说者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怎样才能做到先生所说的这些呢？是啊，说者容易，做者难呐。为师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实践，现在还回答不了你的问题。若是做不到，岂不是些空话？南荣楚，你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，还是去找我的师父老子去吧。老子先生？对。不知老子先生现在何处？他应该回到他的家乡取人礼了。师父，弟子明日就上路，去拜访老子先生。好，去吧。娘，您还是吃点草药吧。胎儿，娘恐怕是不行了，要去找你爹了。你一定要好好跟着老子先生，一定要照顾好他，知道吗？娘，您没事的，您会好的。
这病不是1天2天了。自从你爹走了以后，娘这身子就一直不好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都记住了吗？娘，孩儿都记下了，孩儿一定会好好照顾先生的。好，娘。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娘，你醒醒！你让胎儿怎么办啊？梧桐啊，你说你就这么走，留下马太，怎么办呢？你醒醒啊！娘，你醒醒啊！这位大伯啊，请问苦役怎么走啊？你要到苦役啊，那可远着呢。你一直走，顺道一直走，那就到了。哦，谢谢大伯。不客气。马童走了，梧桐也去了，剩下马太一个人，够可怜的。是啊，虽说人之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可是他们也走得太早了。这次回乡，去人里的变化太大了，一些老人都不在了。上次回来给我爹办丧事都还在，这才几年呀！师傅，马太年龄也不小了，咱们是不是给他定门亲事啊？好啊，童心，你先去问问马太的意思，再看看有没有好的女子，就给他找一个吧。好。来来来，大将军，来，你们喝。喝，来，喝。你们喝吧，我没心情。思雨将军的病会好起来的，你想开点，来喝酒。来，你喝酒。哎呀，想开点吧。对呀，将军，倒酒，今儿我们陪你喝个够。来，喝着。你们喝吧，你们喝吧。他不喝，我们喝。来，将军，来，坐，倒酒。哎，少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看你无精打采的。青子先生，你来这么长时间，应该知道，我爹病重，恐怕快不行了。老将军他，我爹现在这样，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在这里喝酒啊？少将军，
你不要担心，老将军一定会逢凶化吉的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老将军他，我爹怎么了？他快不行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哎，老将军需要安静，你们就别去了。你们吃。好。哎，坐。大舅，爹，你怎么样了？爹恐怕是不行了。子小，来，爹有话和你说。爹征战这一生，本想打出一块自己的地盘，没想到近10几年身患重病，这个愿望看来是实现不了了。等我死后，你一定要替爹完成一个愿望，打出一块地盘，为咱们4家光宗耀祖啊！爹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会实现爹的愿望。爹20几岁时，本是宋国的大将军，打过无数的胜仗。后来想脱离宋国，没想到被宋公派来的项须追杀。到了陈国，在曲人里遭到了惨败。你的叔叔西门亮将军也在曲人里被杀，从此我们一蹶不振。那曲人里是我们走北运的地方，切记以后不要再去那里了。孩儿记下了。现在天下混乱，胜者王侯，败者寇。你就要趁着天下大乱之时，得一席之地呀！爹，你歇会儿吧。少将军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，老将军就交给我照顾，有事儿我叫你。老将军，青子先生，我感觉你是有本事的人。四小，这以后就交给先生你了。老将军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少将军的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将军去世了，不好了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去吧。
个好女儿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走吧。老子爷爷，你的头发和胡子怎么都是白的呢？啊，爷爷年纪大了，所以啊，头发和胡子就都变成白的啦。爷爷，那我们老了以后头发也会白吗？会呀，等你们年龄长大了，头发也会变白的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就是自然规律。爷爷，自然规律是什么呀？自然规律呀，你们看，白天呢，太阳在天上，到晚上它就不见了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啊，这就是自然规律。爷爷，太阳晚上去哪儿了？太阳晚上要睡觉啊。那我每天也要睡觉，这是自然规律吗？对，这就是自然规律。这位大姐，请问老子先生住在哪里啊？你是哪里人？找老子先生有事吗？我是魏类人，是来向老子先生求道的。好，请随我来吧。哎，请。这下你们几个都明白了吧？啊，师傅，有人找您。好，孩子们，你们去玩吧。好。老子爷爷再见。好，孩子们再见。走。魏磊耕桑楚的弟子南荣厨拜见先生。哦，你是耕桑楚的弟子？是的，先生。好，坐下吧。谢先生。耕桑楚最近还好吧？他很好，他现在都是我们魏磊的大贤了。嗯，好。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呢？我这次走了7天7夜来找你，是特地向你来求道的。哦，你怎么不请教自己的师傅呢？问过了，师傅回答不了，所以让我来找你。哦，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。谢先生。我要是做个不聪明的人呢，人们都说我愚钝；我要是做个聪明的人呢，又会事事忧愁，伤害自己的身体；我要是做个不仁爱的人呢，就会伤害别人；我要是做个讲仁爱的人呢，又会处处考虑做得对不对，所以每天都陷入在矛盾和痛苦之中，无法自拔。请先生帮助我。这就是迷失本性的结果。人整日都迷迷糊糊的，好像丧失父母一样的忧虑，就像用一根杆子去探求大海的深度，总想找回自己的本性，却找不到路，整日生活在内心的忧虑和矛盾之中，人岂能不痛苦啊？是的，先生，我每日生活在矛盾和痛苦之中。这样吧，童心，在。你先带他找个地方住下来，10日之后，
你再来找我，这10日当中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只管吃饭睡觉，把内心的忧虑和矛盾通通的忘掉。你记住了吗？这，好吧。你们去吧。是师父，这边请。为了完成我爹的遗愿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山寨准备扩充地盘，再也不能窝在这个小小的山寨里了。少将军想怎么干，尽管吩咐，我等万死不辞。对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我们现在实力有限，不如先在宋国和陈国的交界处占领些地盘，扩充军队。少将军的意思是？都过来看。这是宋国的资母，这是陈国的苦役。青子先生，你看我们先攻哪里？宋国兵马充足，陈国兵力弱小。依我看，我们应该直取苦役，而且我们会途经曲仁里。曲仁里？我爹不是说过，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少将军，你爹就是在曲仁里被老子所害，你的叔叔西门亮也死在曲仁里。少将军，你难道不想替你爹报仇吗？当然了，若少将军要是害怕，我害怕，我们也可以避开曲仁里。害怕？呵呵，我会害怕。弟兄们，整顿军马，10日后我们攻打曲仁里。好，攻打曲仁里，攻打曲仁里，攻打曲仁里。今日得报，李宗将军大败曹国军队，曹军已经退回曹国了。这真是件大喜事。寡人要重重的奖赏李宗将军。禀君上，臣听说李宗在打了胜仗后，不但不高兴，整日在帐中唉声叹气，还让士兵都换上了校服，在营中哀悼。哀悼阵亡将士，这很正常，没必要大惊小怪。这说明李宗将军对士兵的关爱。臣听说，李宗不但祭奠我魏国的将士，还在营中祭奠曹国死亡的士兵。我看李宗一定有谋反之心。真有此事？禀君上，我们也听说过此事。速派人到魏曹边境，把李宗召进宫来，寡人要与他相见。今日我军大获全胜，但伤亡惨重。我们的胜利，禀大将军，魏公派人来了，请。诺。御史大人，魏公有命，大将军李宗速回朝中，其大将军之职由副将季田接任。遵命。李将军，请上路吧。大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打了胜仗，怎么不奖赏，反而被免职了呢？
魏公有命召我回宫，自有他的道理，你们不要多想。请吧，请。时日不见，你的气色好多了。听先生的话，这10日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做，身心通畅多了。是啊，人被声色欲望所扰，内心就会闭塞不通。越是不通，越想所求。如此内外闭塞，导致气血瘀滞，身体就会得病。身心不通，气血不畅，即使想做好事，也是力不从心。所以，人首先要身心通畅。身心通畅，百病不生，百事自解。请问先生，身心通畅及养生之法是什么？内心无欲，清净自然，无争无求，无矛无盾，不丢其性，犹如婴儿。一切处于自然，气血通，心自畅。如此，就没有你心中的那些矛盾了。犹若婴儿？怎么会犹若婴儿呢？先生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。婴儿之行为，皆源于自然，不刻意之心，忘掉自我，不执着于自身，终达无我之境。如此，祸即不至，福也不来。福祸皆无，哪会有什么心结和灾难呢？先生的话解开了南荣厨多年的心结，看来我不虚此行，多谢先生教诲。好，在下告辞了。好。臣李宗参见君上。起来吧。谢君上。李将军，知道寡人为何召你入宫吗？臣不知。李将军打败了曹国军队，在军营中挂满了白幡白旗，祭奠曹军将士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你要和曹军私通不成吗？禀君上，臣祭奠的不仅仅是曹军将士，在这次战争中死难的2国将士，臣都在祭奠。祭奠我军将士是应该的，可你身为魏国大将军，却祭奠他国将士，你与寡人搞什么名堂？2国战争，百姓涂炭，双方将士死伤无数，无论哪方士兵，战死疆场。他们的父母兄弟必将悲痛至极，息如刀割。作为领兵将帅，无论处于胜负，都应当有悲悯之心；即使胜方，也不应该有欢喜之心。臣祭奠2国将士，正是出于此心。你这是哪家的道理？明明是曹国侵犯我国，你却祭奠他们的将士，你把我魏国置于何处？把寡人置于何处呢？虽然是曹国侵略我魏国，他们属于非正义之事。我国为保卫疆土，兴正义之师，以正驱邪，其原因是不得已。但是，曹国将士是无辜的，他们被迫听命于曹国国君才上的战场。臣祭奠本国将士，是慰藉英灵；祭奠敌国将士，是叹其魂之怨，哀其家属之痛。借此表明，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，也是无奈的，由此唤醒敌国人民对您魏公的崇敬，对本国国君的愤慨。若敌国之君再次侵犯我国边境，必将遭到本国人民的反对。
李宗啊，李宗，你身为大将军，却有妇人之心。从古至今，寡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为他国军队祭奠。寡人今天就治你的罪。报！报！禀君上，曹国送来国书。念。我曹国屡次侵犯魏国，实属不道之举。此次惨败，本欲重整兵马，来年再战。但得知贵国大将军李宗怀仁慈之心，祭奠我国阵亡将士，我曹国军士感动不已。朝内重臣也为此举而惊叹，故此我曹国决定与魏国就此罢兵，永远和好。李将军，臣在。你屡次交战，从未有过祭奠敌方将士之举，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君上，臣是听了父亲的教诲。你父亲，寡人从未听你说起过，他是何人？臣的父亲是老子。老子，就是天下闻名的老子先生。正是。你父亲真的是老子先生？臣不敢欺瞒君上。怪不得你的行为感化了曹国上下，原来你是受了老子先生的教诲。李宗，臣在。李宗击败曹国有功，又用仁慈之心感化了曹国，使曹国永休战争。寡人封李宗为魏国司马。多谢君上。李司马，平身吧。君上，臣有一事，请君上恩准。有话请讲。臣想回乡探望父亲，请君上恩准。寡人答应你了。多谢君上。青嘴先生，现在到哪里了？少将军，前面就是曲仁里了。过了曲仁里，再有半个时辰，就是苦役了。好，传令，快速赶到曲仁里，今晚就在那里休息，明天启程，攻打苦役。诺，快点，跟上。先生，喝点水吧。哦，马太呀，哎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不着急。顾师，天色太晚了，你俩回去休息吧。好吧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早点休息啊。将军，天色已黑，我们今晚是不是要找个地方休息？还有1个时辰就到曲仁里了，不歇了，连夜赶到曲仁里。诺。师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童坚啊，今夜不知为何，心中总感到一丝不安。恐怕是累了。您早些歇息，我先回去了。童心，有事吗，师父？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童心，你我自小青梅竹马，为了弘扬大道学说，你舍去了儿女情长，一心随我前行。
真是委屈你了。师父，你看你又说这些，我不是早说了吗？能跟在师父身边，这辈子就算死了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童心，过几日我要去沛地走一走，去传播大道学说。好啊，师父的大道学说已经完全成熟了，我跟师父一起去。师父，这一生，童心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上！给我上！我爹当年就是在这里被人打败的，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！全部给我烧光！杀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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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师父，我去看看。先生，先生，不好了！村里来了很多强盗，到处杀人，您还是躲躲吧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别，师父，您先在这儿，我去看看。是啊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先躲躲吧。不行，咱们不能看着曲人里的老百姓遭此大难而坐视不理。走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走，走。李儿，你还想跑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如此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！少啰嗦，兄弟们，上！你们这些恶人！李儿，我要杀了你！师父，师父小心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李儿，让你看看我是谁。子清，你是子清？我就是子清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子清，你这个败类，你害死了你的师父驻颜，害死了我的二叔，害死了庭阳，你还有脸活着？你胡说！庭阳是被你害死的。当年如果不是你，思雨那混蛋怎么会到曲人里来复仇？如果没有你，庭阳就是我的妻子。你该死！还有思雨，他更该死。不过前几天他已经被我杀了。思晓那个笨蛋也被我玩得团团转。今天